主后2022年12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孤独信仰的上册路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142篇到143篇。我大声求叫上主，出大声恳求上主。我伫伊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伫伊面前讲出我的患难。我的心神失志，用要昏去。你知我的路，伫我行的路，因暗中甲我设罗网。求你看我的正平，伫遐无人为我，我无所在通秘，嘛无人关心我。上主啊！我对你哀求讲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要活地的日，你是我的一切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求救，因为我陷落到上悲惨的地步。求你救我脱离困逼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求你救我脱出监牢，互我通称赞你的名。义人的围垒伫我身边，因为你用恩典对待我。诗篇143篇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按耳孔听我的恳求，照你的信息，照你的公义应答我。求你毋通审问你的奴仆，因为伫你面前，我地人无一个是义人。对你困逼我，将我彻底拍倒伫涂骹，我踮伫黑暗的所在，亲像死真久的人。你甲我的心神失志，用要昏去，我的心惊甲硬去。我会记得古早的日，少年你一切的作为，静静想你手的所做。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较无你亲像旷旱的地听候雨水。上主啊，求你赶紧应答我，我的心神听候你到要昏去。毋通黄面毋插我，才免我亲像死去的人。求你互我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我倚靠你。求你互我知应该行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上主啊，求你解救我脱离我的对敌，互我走去觅伫你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求你教示我遵行你的旨意。愿你良善的神引带我行偏袒的路。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，互我搁活起来。照你的公义引带我脱出患难。求你照你的慈爱消灭我的对敌，消灭所有苦楚我的人，因为我是你的奴仆。以上。孤独信仰的上册路。读诗篇142篇的时，通对照撒母耳记上卷23章到24章，特别伫阮记底荒野密藏的日子，当当时大卫互扫罗王追捕，真侪以色列人向扫罗王通报大卫密藏的情报。大卫伫这首诗讲：求你看我的正平，伫遐无人为我，我无所在通秘，嘛无人关心我。通想象，伊是也焦急也孤单。当当时，大卫身躯边其实还有军队伊的人，因伫大卫上危险的时刻，也无离杀伊。甚至当扫罗进入去大卫藏匿的山洞大便的时，因还甲大卫讲：你通随意款待伊。总是大卫拒绝这种的建议。对这咱通知，大卫的孤单，毋是伊无同伴，
是无人真正了解伊。咱通断定，大笔的孤独，是因为伊对上帝敬畏，甲对信仰的坚持。身边的人，无人会了解。当圣徒无受了解，面对迄种孤独，就好亲像是徛伫信仰的上斜路，检测有人会用李白的诗句，古来圣贤家积木来安慰家己，邀人落入孤芳自赏、自命清高的态度，不如个现今科学发现，孤单感会增加人的攻击性。根据《孤独世纪》这本册，作者发现内心孤单的人，容易误认别人对伊有敌意，也容易攻击人。譬如讲，伫选举时，孤单的人会刻意投票予政治极端分子，间接增加社会的动荡。总是伫孤单的上斜路另外一头。代笔行出一条新的路，伫孤单的时，代笔无落入负面消极的心态，反倒当是行往积极娱乐的人生。对诗篇142篇第5节到第7节，咱看到代笔用上帝做避难所，毋但单单是为着要对上帝得到个人的安全甲保障。落尾的目的是祈愿家己会当伫众人面前称颂上帝的名，甲众人做伙分享救恩。其中的关键是，当代笔宣告上帝是伊的避难所，伊关心的也毋是只有家己，搁较是上帝所有的子民。孤独并无削弱代笔的信仰。反倒见证上帝增添伊生命的丰富，因为上帝毋单单保护个人，搁较关怀世间所有的人。伊要照着圣徒的经历，互世间人拢蒙福。圣诞节特别到，有的基督徒伫家庭中是孤单的，因为只有伊一个人信主；有的人伫教会是孤单的，因为伫服侍中欠缺同心的同工。若咱因为安尼，就感觉孤单，通照着诗篇142篇甲代笔做伙祈祷，先到上帝面前宣告：上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你是我这世人所需要的一切，搁再求上主，互咱的生命诚侪美妙的故事，互搁较侪人听见伊的恩惠，莫互孤单感牵得行，离开团契，离开教会，逃避礼拜。默想学习代笔伫众人面前见证。上帝是我的避难所。学习代笔伫众人面前见证，上帝是我的避难所。咱来祈祷：上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这世人所需要的一切。我所求的，就是家己的性命诚做互人认捌你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